你刚明白了。比拼。啊，这个也见。我就是预计的，他弟。我变了人。我无所谓来了。是哪？怎么样？哪路了嘞？公交是要拿的。我啊，你买没了？买了。啊，说哪接？本来嘛，我就找我看有篮球队养不了的。喂，我8斤6斤的片。不也对，然后我8斤这样的，啊，很牛啊，对吧？这来了，养了。这个玩意儿，开不那么多家吧？今天还漏了嘞。我给了今天都开了看了。哎，还漏了嘞。哎，你漏了的几多个？那话几点电话？今天你们嘛，你们鼓掌。3个人到有吗？电话回家。 Hello，好，好，好。放。